闹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闹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到后日，就是母亲节，人咧讲爸母疼囝长流水，囝孝爸母是树尾风。啊，若饲囝无论饭，饲爸母都爱算账。这意思拢是讲爸母疼囝是天性，也毋过等囡仔大汉，囡仔就无一定会亲像爸母照顾囡仔安尼来对待世大。所以人嘛咧讲，囡仔喙正甲位，才有通落公妈喙。大人若欠一喙，囡仔是会当食甲位，也毋过甲生囝比起来，教育囡仔更较困难，更较无简单。所以人嘛讲，生囝是师仔，饲囝才是师傅，都要用爱的教育，毋通胡白乱教示囡仔。啊，若无食拍哪拍劈，食骂哪唱曲。讲新闻闹台语，时间到，主播陈彦伟。讲新闻闹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彦伟。这礼拜日就是母亲节啦，你敢想好今年要安怎庆祝啊？另外，你敢知这母亲节由来是啥物？啊，搁有咧无共款的国家，母亲节时间是无共款的咯。今仔日闹台语讲新闻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第一条图，咱来看卖，讲到这母亲节，你一定想到一种花，就是花语叫做康乃馨。啊，不过你敢知这康乃馨台语要安怎讲呢？原来康乃馨的台语叫做是剪绒啊花。为什么叫做剪绒啊花呢？因为就亲像加刀加了一起一起的这绒啊，所以叫做是剪绒啊花。另外呢，讲到这剪绒啊花，为什么选择伊当做是咱这母亲节代表的花蕊？原来哦，平常时一般的花，这掉头的时阵会头咧咧，啊，毋过呢，这剪绒啊花掉头的时阵袂头咧咧，而且会向这花心的方向揪起来，所以呢，这个形就亲像是妈妈甲囡仔抱条条共款，代表这妈妈对囡仔的保护甲爱护。想要来看卖，为什么这剪绒啊花爱选择这红色的呢？因为这红色代表着妈妈平安健康、长岁寿，啊，个代表妈妈对囡仔的爱。这母亲节由来又讲啥物呢？继续来看卖，原来这些1864年，迄时阵美国一个查某人叫做 Anna 呢，伊妈妈是一个真对的人，平常时伫美国推广这查某人的权利，啊，个想要改善这美国的公共环境。啊，毋过呢，这 Anna 的妈妈不幸过身了后，Anna 想要来纪念伊妈妈，所以选择伫5月第2个礼拜日来到教堂来纪念伊妈妈。所以最后呢，大家都甲母亲节定伫5月第2个礼拜日。啊，毋过毋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拢选择伫即天来庆祝母亲节哦。来看卖，亲像是法国，就选择伫5月上尾一个礼拜日；泰国的部分选择伫8月12。为什么选择伫8月12？原来即天就是即马泰王妈妈的生日。来看卖，亲像是阿富汗、辽国、阿个越南选择伫3月7，埃及、阿个约旦选择伫3月21，所以无共款的国家母亲节日子拢无共款。好，咱讲到这母亲节代表的花蕊是这剪绒啊花康乃馨，啊，毋过其实亲像是客人因选择的花，就代表是这鲁冰花，叫做是路边花。啊，这原住民选择的花嘛无共款咯，因的花选择叫做是碧霞花，某人叫做是高垂花。好，讲到这母亲节一定要友好这爸爸妈妈，尤其是妈妈是非常辛苦。来看卖，某一寡台语的俗语。第一个来看卖，就是生囝师仔，饲囝才是师傅。为什么安怎讲呢？平常时家囡仔生落来是真简单的一件代志啊，毋过呢，爱好好家囡仔请养大汉，会变做是对社会有帮助的人，才是真功夫。第二个来看卖，就是饲囝无论饭，饲爸母算饭。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讲平常时哦，这爸爸妈妈对咱的照顾、对咱的爱护，伫细汉的时阵，甲咱真辛苦抢养大汉。啊，毋过等到咱大汉了后，颠倒爱请爸母来食一顿饭，颠倒是真计较。所以就是讲友好这件代志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三个来看卖，就是囡仔喙食到位，才有通落爸母喙。意思就是讲爸爸妈妈对囡仔真正是非常疼爱。来看卖，就是等到囡仔甲物件食了剩呢，才互爸爸妈妈来食。就是讲爸爸妈妈对囡仔真正是非常好。上尾一个来看卖，就是大人欠一喙，囡仔食到位。意思就是讲平常时爸母拢会较欠咧，较减食一寡物件，都是为着互这囡仔会当加食一寡平安大汉。好，无论如何，这礼拜日就是母亲节，而且还提早祝全世界妈妈母亲节快乐。这就是今仔日闹台语讲新闻的时间。